前这种的年冬，想要家己创业做头家的人原来真多。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有超过2成的人想要家己来开业。明仔载要举办的国际连锁加盟的展览会，都会推出真侪创业的方案。譬如讲，唔免付任何的加盟金，就会当先来开饮料店，等到有收入，才豆豆来还钱。也毋过律师来提醒哦，这个加盟的合约都要看好清楚，唔通想讲一定是稳赚不了。想要开店做生意，有愈来愈侪通景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未少人开始有健身的观念，有陌生酒馆开放民众加盟，有饮料店主打讲唔免加盟金就会使开店。特别针对如果说您的这个行业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初期的投资是不需要拿出任何的资金，有获利的情况下，让他们再去做一个这个还款就可以了。依照人力银行的统计，今年想要创业的人是4年来上多。23.6%的上班族有意这个在这个年后要创业，那最主要就是说，其实过去1整年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那企业加薪的比例是大幅降低情况。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店将于明仔载会举行，除了开店，要有甚么办法会使赚更较侪钱？除了投资店面创业，还有更轻松的副业可以选择。投资一台无人机，24小时，只要客人随选随购，资金就会随时进入口袋。不过律师就提出讲，有一寡业者提出加盟优惠的方案，就讲加盟若是讲了钱会互你保障，这是无啥可能，除非合约内面写清楚。必须要写入加盟合约当中，才会对于这个加盟者会有保障。那当然，如果更夸大的广告使民众陷于错误而缴付加盟金，可能会构成刑法339条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人力银行的数字嘛显示讲，创业的平均成功率较无5%。虽然疫情影响，薪水可能无法度起，不过想要创业嘛是要斟酌，要若无做头家赚无钱，安尼就艰苦啊。